现在的上的关系是没通常，没有你因为基础问题，这个上个上前面，其中你这个基础问题要我都得，上面那边要看多少，现在那边没有关系不，你看呢？自己虽然想要利益他人，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之中，却成为损害自他的一切。总之，也就是说，思维和行为背道而驰，就像无法医治的疾病一样。格西波多瓦，很多人都非常敬爱格西波多瓦的这些人，也就是说非常关爱格西波多瓦的人，在英文之中就想着关心他的人是怎么讲的呢？也就是说，格西你本来是一位大格西。也就是噶当派的主事热正寺，你是一位热正寺的格西，没有比你更有名望的格西了。没有比你更有权威的，没有比你更弟子更多的人，但是你却从热正寺突然的离开，这是你在一生之中做错的一个事。如果你继续在热正寺继续待下去的话，你可能会有更大的名声，你的声望将会传播到各地。但是你却没有一直待在热正寺，所以说你的计划之中有一个是错误的。接下来好像就念一下这个贡茶文、祈请文。罗拉，现在的所以你第一个的计划错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如果继续待下去，你就可以住持这个热正寺，你就把你这个热正寺的住持之位输给了他人，这是你第二次的一个错误的计划。在扎加这个地方有一个寺院，你在护持这个寺院的时候，你没有存储一些财物，就成为现在你每天都得出去化缘了，因为之前没有存财物，所以这又是你第三个计划的错误。再加上你现在还像以前这样不做任何的计划，就这样待着的话，就像寺院之中到处乱跑的这些狗，你就会变得像世间和出世间法都没有承办的一个人。
在时间和处世间没有任何的依靠，再加上你在临死的时候衰老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来服侍你，你的困难将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所以说你必须要自己이진하고 그 사람들 대해서 총수 동수 이진호 비슷自己如果不存储一些财物的话，将未来在不知道自己在受到困苦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呢，一个人。一个真正的，看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勇士，要看他在临死的时候有没有服侍他的人。所以，你要现在就要准备，当你在衰老的时候，有人服侍的这个准备和计划，不然等到你老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人，就连没有人给你一碗糌粑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话自己将会受到多大的痛苦。所以有很多格西波多瓦的弟子跟他提过这样的建议。格西波多瓦就这样对他们说，对他们来讲，我只能非常的感谢他们。但是呢，我却不觉得你们的建议是有用的。再加上你们的建议，我不觉得是好的。再加上你们对这个暂时的这个此生的这个衣食，以及民生，看见你们一直都为这些而奔波，我就会觉得非常的伤心。然后我就，这么多人都不为自己考虑一下，却反倒去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去做准备，我就觉得非常的伤心。总之，像往昔的这个，如果没有往昔的这个业力，今生如果你再怎么去承办的话，也不可能成就；再怎么去计划，也不可能成就这些事情。所以今生的一切福泽都是因为往昔前世所造的这个业因所产生的。所以说呢，我并不希望将这个重点放在修持此生的这个法之上。我看着在此生的这些不必要的这个心情，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对确实文化地方上的去建构，先把它给我的当时让现在是路过，而且其实那给你们的日的这个用的，往上照顾的情况中呢，更新的就是我们经济上小了，那不觉得样，他们刚刚忙碌呢，好的。总之呢，也就是说，在上半生，我没有好好的行持佛法，但是在下半生，也就是太阳西落这个夕阳的这个光阴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夕阳的光阴。没有，我为了强制或压制这个烦恼。但是我虽然没有压制烦恼，但是我希望我也不会去为了世间的这些名声和地位去执着。先期我说你自己的音乐里受尊重了，这个呢，这些比赛中啊，当然现在希望你说的那些他的基础性，上了古就当做的，心里面的每一些明显原来大，他就写的错的，心里他这个往明显的，当然了。总之呢，我们如果死后，会投身到哪个地方？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自己会投身在哪里，那当然就不用说其他的。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死后，如果有了自己来世还会投身为人的一个信念的话，那你就可以在来世再来修持这个佛法。但是死后你会投身在哪里，我们不能自主，因为我们不能自主，我们也不会有下半生会投身在哪里的这个信念。格西博多啊，有时候也会驳斥这个大手印噶举派的这个教法，有时候也会反驳这个冈波巴大师的一些舆论。很多大手印的这个大修行者和上师，最初他们就会去一些山间，会在山间住上十年或者11年左右，然后他们升起了一些福报之后，他们就会说，未来的我死后会在中阴成就佛果，然后我会在中阴获得报身佛的果位，所以我不需要再去观修任何法门。总是说我不需要去修持，而口称称说，为了上师和寺院，为了佛法，为了弟子而去争执，与别人争执，去争执寺院，去争执土地，去争执弟子。总之，有时候叫来自己所有的亲戚，然后让他们来看管这些寺院和村庄。所以看着这一系列的这些事情的话，我就觉得他们从最初修持的时候就根本没有升起真实的出离心，他们所修的这个法也是没有出离心的法，他们所求的戒律也是没有出离心的戒律。到他们衰老的时候，就变成像破坏戒律的这种人，所以他们往昔去到山间的这个修持，不正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吗？
上半生他们远离世间，在山间进修，下半生却做这样的事，但是他们却给自己扣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法号和名号，大修行者、大成就者。就算为他们扣上再怎样大的名号，那只是自己欺骗自己，也只是自欺人。有人说，在第一中阴的时候我会成佛，这种说法可能只有那些愚者、笨蛋才会相信，真正的智者是不会相信的。一般来说，最初有很多人会想去修法，也是在尽力的修法，但是他们真正人，比方说像食物一样，真正没有享受到这个食物的味道，也就是真正没有懂得感知到这个佛法的精髓。但是到40多岁以后，所做的事情就像出世间那种凡夫俗子所做的这种事。虽然说他已经修持了很多年，一直上师了很多年，发心了很多年，求受戒了很多年，而且在山间修持了很多年，当过上师，修过法，求过法，但是现在却在自心绪里面却没有任何的成就和悉地。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不要老是朝外，反观自心的话，应该反观自心，看一看自己。看自己所修的这个法是不是成为这个烦恼和所知障的这个对治法，看能不能压制自己的烦恼和所知障。未来如果会有这样完全舍利此身的人的话，但现在可能这些有名望的上师、有名望的学士、有名望的学者，我一定不会去的。如果未来会产生这样的高僧，我才会真正的去医治他们这些舍弃世间的人。但是现在这些上师的话，我不会去医治他们，也不会跟他们讲话。为什么我不想跟他们讲话呢？因为如果和他们谈话的话，我跟他们谈话对话的话，我就会自然的升起真实的这个菩提心，我就会自然的流出泪水来伤心他们，而我就会特别的可怜他们。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会让他们特别的害羞，所以我不会跟他们讲话。有的人说格西波多娃他自己非常的傲慢，所以他不会跟别人讲话，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他才不去跟别人讲话，不理任何人。但是我虽然是凡夫俗子，但是我也会有一些傲慢。这些上师
他们是有一些福泽的时候，他们就不做任何佛陀的教言和开示，但是他们却总是做一些世间的法。他们就要打卦，然后就要烟供，然后就要卜卦，然后就要养寺院，然后又要养亲戚，日日夜夜每天都做着这样的扶倾压敌的这种事业。真正的修持佛法，为了佛教和众生的事业，真是少之又少。现在这些有名声的这些上师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对佛教和众生升起任何的发心，或者也没有承办他们的事，他们却对那些对那些有人他们去迎请这些官员的时候，就像是升起登地菩萨，就像登地一样的欢喜心。有的人又说他呀传授了这个大手印、大圆满以及道国法，传授了甘珠尔、丹珠尔这些很多的法门。然后在这个一辈子都在迷迷糊糊、匆匆忙忙之中，他就说我明天要去美国，要去哪个地方，要去台湾，要去马来西亚，要去灌顶，要去传法，所以说好像就要直接把他们引致到解脱的道路上一样，以为他自己就是在做非常利益众生、利益佛教的事业。但是他们就总是想着，就是在想着我传了这个法得到了多少供养，我灌了这个顶得到了多少供养，然后支出了多少，然后有多少收入，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一个买卖佛教的一个人，也就变成了一个用佛法来做生意的人。然后可须婆多啊就说五浊恶世这样的修法者，这样的修法者，这样的上师，这样的上师，真是口出狂言啊。然后这些所谓的上师，在家乡的话，我们就会赛马，这些上师就用佛法就来开始，就像赛马一样。但是真正当他们在身心分开、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就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和痛苦。也就是说，死期是不定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亡。到死亡的时候，我们无法自主，身心会分离，我们也无法自主。现今我们所讲的这个真实的佛教，没有任何污染污垢的这个佛法。如果你想要修持这样一个清净纯洁的一个佛法，就是说你想到这样的想法就直接就去做，而并不是你想和做要在同一时间，而不是说你要等到以后再去做。
但有的人可能说，这些最开始先要承办世间的事，把世间的事都安顿好了，我再去修持这个出世间的法。像这种人，可能就是他们没有思维到这个死期不定、死亡无常的这个概念。像有这样一个公案，也就是说，有的上师，他们把自己的侄子、亲戚、弟子叫到自己身边来总是做扶持自己的亲人、压制自己的敌人的一些事，比方说。就是说，以前有一个麻风病人，也就是说，以前有一个人，他得了这个麻风病。他得了这个麻风病以后，因为他得了这个麻风病，所以他就必须远离这个村庄，不能跟自己的亲人相处，否则将会被传染。这种麻风病会有手足会断掉的这种一个非常恐怖的这个疾病，所以他被赶出了村庄。所以以前有这样一个人得了麻风病人，然后他就远离村庄，然后到处流亡。有一天，在一个秋季的有一年的秋季，他回到自己的村庄，从山坡上看下去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房屋比以前还要庄严，然后自己的亲友和这个侄子都成为这个村落的这个村长，然后他就心里就非常的忧伤，他就想我的儿子和这些侄儿，他们这么快乐，然而我却这样痛苦。我这么的痛苦，我这样一个得了麻风病的人，被赶出了村庄，我的儿子和亲友没有对我任何的利益，我也没有利益到他们。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然后他就这首歌就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有儿子也没有儿子，没有任何的欢喜和痛苦。有没有房屋也没有任何无所谓，对我没有任何的利益。所以他唱了这首歌以后，然后去了他乡，发誓永远也再不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们要升起这个厌离心的话，就一定要有像这个麻风病人的这个思维方式。虽然他没有厌离此生，但是他却产生了一些厌恶之心，所以我们也要升起相似于这个麻风病的这种一个思维方式，因为我们这些出家人好像总是在去找一个不法的事去做一样。
总之呢，一个重刑犯，如果他今晚会被执行死刑的话，在白天的时候会给他非常好的食物，非常丰盛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晚餐。但是很多人如果就算给他再丰盛的晚餐，都不会有心情去享用它，因为晚上他就会被执行死刑。总之要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有物欲也好，没有物欲也好，我没有任何的欲望。所谓的修法，也就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建议，也要提出建议。那要提出什么建议呢？对自己，也就是说舍弃今生的一个建议，要告诉别人舍弃今生，然后要告诉别人守护戒律，然后还要告诉他们一定要闻思修持，然后要告诉他们要观修佛法。但是现在的这些修法者，却不去让他们，却不指导他们舍弃此生。没有人说要守护戒律，没有人说要闻思修持，没有人说要舍弃今生。但是有什么呢？就是说，总是要行持佛法，行持佛教和众生的事业。大家都口口声声说要佛教，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这个。所有你们所做的事情都只是让人伤心的事情。很多贪念此生的人总是说。现今很多的这个所谓修行者，说我在五诸恶世的时候不可能承办，我们无法修持像佛经中所讲的这种修持，只要自己深信发愿的话就可以了，就是说希望以后可以怎么样，也有人这样说。有的人也说，现在这个修持的这个时间和获得果位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需要再去闻思修持了。就算现在连在21世纪连个止观都不可能成就的，已经是无法成就佛法的一个时代了。因此，还不如念一下咒语，念一下阿弥陀佛，或者发愿，才是更好的，才是真正对自己有利的。这种人自己不去修持佛法，还要去告诉别人，这样让别人的修持佛法遇到障碍。像这种人，
像这种人，如果你不去修持就能获得菩萨的话，那么你发愿就能成佛。所以，有的人说，现在这个时代不是修法的时代，而是祈愿的时代。真正的去打从心底、诚心的去为了众生利益的这个愿力的话，发愿的话，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佛法了。有的人会把这个修持和发愿、祈愿分开，把祈愿放到很低下的一个佛法。其实，在发愿之中，它是10度之中的一个修持法。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持法门。往昔也有佛陀因为这个发愿祈愿而成佛的这种公案，因此如果说那些不需要舍弃此身的人的话，如果登地的菩萨他们不需要舍弃此身，然后凡夫又没有人去舍弃此身的话，那舍弃此身的这个修持又要交给谁呢？有的人又说，一些不想舍弃此身的人，又想修法的这些人呢？现在在这个世间没有一个真正修法的一个人，没有这样一个人。这些说是在修法的人都是在说谎话。他们怎么可能修持真正的佛法呢？这些人呢，自己不去思维死亡，他们也去以为别人也就不再思维死亡，就像掩耳盗铃一样。这样我觉得非常的不好。如果现在在获得人生的时候没有升起入道的这个思维的话，等到来世你投生为狗或畜生的时候，更不可能升起这样的修道的之心。比方说，我如果投身到驴或者马，这些就会投身在没有闲暇的这种畜生八无暇之中，就不可能投身为不可能修持真正的佛法。就像我们有时候生病，我们也很难将意识转到这个佛法之中。在投身到八无暇的这个八无暇的去境的这些众生，更没有修持这个佛法的机会。因此，那些说现在不是修法的时候，是已经被魔注入自心，已经自己也就变成了这个魔了。这些对我们在修法道路之上障碍我们的修法之道的人，他们就是真正的魔鬼。所谓的魔鬼，并不是说一个黑黑的头上有犄角，然后穿着黑衣服非常吓人，然后有獠牙的这种一个人，并非这些就叫魔鬼。所谓魔鬼，就是说阻碍我们修法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魔鬼。有的人认为魔鬼是在某个地方，但并非这样。在五浊恶世的时候，
在这个五族的这个节之中，是这个恶世的时候，末法时代，今天就差不多就讲到这里，就在经中所讲，就讲到这里。这个维诺斯也太过超级了。今天，这个，边境的这个第一阶段的第4天，第一阶段也今天就正式圆满了。所以接下来进入到第2个阶段的各佛学院的这个代表，和以及所有的纠察师，在课程结束以后到楼上来，要编排一下接下来第2个阶段的这个辩经的内容和辩经的顺序。我主要想说什么呢？主要是之前所讲的这个社内学的这个是夏马巴所著的一本书。我所监制的编排的这个社内学的这本书，它是一个共同称的一个叫法，因为在社内学之中有共同和不共同2种，但是在里面我将这本书的名字叫共同的社内学因此，你们在辩经的时候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这样讲。这个社内学的这本书，它的根本序是夏马巴所著的，在社内学的根本文之中。所谓趋吉妄书，就是说江央谢巴所著作，比丘江央谢巴作这个他之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经文，说比丘屈吉洛基所做的一些教言，因此他最后才会提到这个比丘。所以说，我觉得这位上师他有2个名字，因此或者是屈吉妄须，或者是比丘江央谢巴，他有2个不同的名字。夏玛屈吉妄须，他为什么会叫江央谢巴呢？他在恰美仁波切的三法之中，他是夏玛巴，他在三句法之中写到，我的上师是北方的班智达，就是犹如真实的
犹如江阳结巴，也就是说犹如文书一样的这个名字，就证明夏马仁波切当时曲吉旺须他有2个名字。有的人会想，在往昔的大德，认为舍内论，只是一个词句的一些解释，所以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后来以后，在辩论这个舍内学的时候，有人就觉得他不会对五部大论的了解会有任何的帮助。它只是一个词句的解释，所以我们辩论这个舍内论的时候，只是词句的一个辩论。有的人就把学习这个舍内学觉得是下等的一种修学，但是在伽玛刚昌达波噶举之中，学习这个舍内学，我们有这个修习舍内学的一个传统，所以希望大家也记住，有的人就会觉得我们以为是伽玛噶举以前没有舍内学的修法，这次又这样，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这并非这样，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在伽玛噶昌的这个教派之中，伽玛噶举的这个主要的上师也就是伽玛巴杜松谦巴，他在16岁的时候出家。然后在20岁的时候，他前往东藏，他依止乔巴曲吉森给以及多隆贾玛瓦2位上师，他们前往桑普寺，依止这2位上师，然后修学五部大论。然后呢，乔巴曲吉森格，他是12世纪的一位大师，所以呢，他的弟子之中有智慧3人，以及觉性4位，以及很多在成就3人、智慧3人、觉性4人之中。在成就三人之中，地松谦巴就在其中之一。地松谦巴、帕木直巴以及沙东学东这3个人被称沙东，有的人也会把祥查瓦放入这个成就3人之中。地松谦巴也就是乔巴曲吉森给的亲传弟子，因此呢，乔巴曲吉森给所著的这个舍内学的经书。因为乔巴曲吉森给他著作了舍内学以及舍论学，因为他对这个社论有非常高深的造诣。当时就对这些舍类学有非常的这个精细的这种解释，也非常的兴盛。因此，乔巴曲吉森哥在舍类学之中，他写了很多的这个著作以及注释，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这个中部这个。社类论的社类中论的这一本书，在西藏这些印刷厂在印书的时候好像有这本书。总之呢，所谓的社内学最初是由乔巴曲吉森给传出来的，也是他开创的。因此呢，所谓的社内所讲的就是把所有经典都收摄到一块，然后让简密扼要的以一种很容易了解的方式传给大家，所以才称为这个社类学。
也就是将所有佛陀的教法和经典全都收摄集聚在一起，然后放在一起称为舍内。所谓舍内，是真正的名字。有的人会说迪扎，这个藏文之中的迪扎，就是说，也就是说，学习舍类的僧人在藏语之中称为迪扎，因此，学习舍类学的这个班级以及僧人才称为迪扎。因为它所以这两个名字就有一些相互混淆。它真正的名字就叫做舍内学。后来也有人将把这个扎写成拉字，藏文之中，因为这也是一种写字的方式，所以说在明卓林的这个明令德钦的教言之中就这样写的。总之呢，在夏玛曲吉汪书第6是夏玛巴，和伽玛恰咩，他们前往这个三大寺的时候，他们就有学习过这个舍类学，而且他在他的传记之中，格鲁派和其他的教派，是学习舍类学3年以后才进入五部大论，但是我们是学习舍类学学习了20多年。好像说，也就是说，在我们噶举派的寺院之中，就学习舍类学学习了20多年，但是在格鲁派的3大师中只学习3年，但是我们却看了20多年，像我就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之间也有这样的谈话和商议，因此呢，所以在我们噶举传承之中有这个舍类学是一定有的。在噶玛巴，他在撰著这个噶举派的这个教例的时候，他这样写着，他在这乔巴七支森给他为中观和般若也都做了这个舍内学的课程。他在这本书里面反驳了中观应成派的这个月称菩萨。因此将这个如果我们将乔巴曲吉森给的这个舍内学结合自己的兴趣的话，会对自己的智慧提高有非常大的作用。总之呢，也还有一个中观舍类学的一种修学，因此前几天我也讲过，在近代，第12是噶玛巴相处多杰的时候，第8是司徒登贝尼谢大师多仁波切登贝尼谢，他们也著作过舍内学的课程。在他的传记之中，他对舍内学说成是这个舍内只是一个词句的解释，但是对初学者来讲，词句的解释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需要依靠词句的解释，你才能真正懂得其中的意义。因此，你最初一定要了知这个词句的意思，然后之后你才可能对真正的义理有所了义，你才会真正的了知真正的其中的精髓。首先去研究这个词句，之后才去研究这个义理。
这样你才会提升自己的智慧。因此，最初为了提升自己的智慧和决心，首先就要去依靠这个词句。因此，在法正菩萨他们这些陈那菩萨、法称菩萨这些他们对很多他们，如果你能好好的去辨析修学他们的这些著作的话，就对你们的修学可能会有很多的帮助。因为有的人总是去修学修学这个社内学，总是去修学这个，然后一辈子都去修学这个，然后就到三大寺辩经也都是在辩论这个社内学，最终他们也会有这个社内学的一个格西的学位。所以在恰巴曲吉森给的他的这个社内学的课本非常的著名，所以很多人都去看他的这个著作，把最主要的这个中观和般若的这些课程变成次要，主要的去修学这个社内学。有很多的上师就认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大论的这个衰败会有影响，所以他们就才反驳了这个才驳斥了这个社内学的这些课本。因此，总之来说，这些社内学对于提升智慧的这种修法，将他们的精髓汇集到一起，为了让自己升起一些觉性和智慧，然后依靠这个社内学的修持，然后进一步进入下一步的这个般若和中观的这种修持，这样你才会真正的了悟到这个佛陀的教义和佛法的真谛。这样才是我们修学的最主要的目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这些高年级的同学可能有一些不舒服，他们在想我是中观中观，但是中观班级却要在最下级的这个社内学的班级里面辩论这个社内，可能心里有一些不舒服。就像我之前所写的这个律仪之中，我就是说为了让高年级的同学，为了高年级的学生去修学低年级的这个课程，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智慧，让自己记住但是有的人说高年级的同学就跑到低年级就耀武扬威的辩论，将让这些低年级同学都不知道该怎么的回答。然后这些低年级的同学就会口出很多世间的这种不必要的言语，所以就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因此大家在辩论的时候不需要感到非常的害羞，一定大家要站起来辩论。谢谢。